子摕来做啊，我着细细愈听阿妹，愈含出愈脚红较含出。你的脚叫谁吗？你细。你有分解逆文告顺文系吗？你知道，对客家妈妈来讲，她一辈子没想过什么逆文顺文，对，只有皱纹。没有啦，你完蛋没有了。客家妈妈站出来，你再讲一次喊出来，来，喊出来，哎呦，又好像说，又吞口水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客家美食的魅力，啊，这个又显纯，还有燃烧。有吧？这是个安号圈哦，要去聊了呀，要送我哦。还用你呢？姊妹上长变出生，师傅爱收你了哦！来，你下都是熟呢，下到吃手熟。正经嘅小李人啦，一定呢，20当中正经就可以姊妹咧抢下来变一个素养，而且哦，你拜嘅行家係對中佛農比的嘅姊妹哦。係啦，我講啊，記得真係非常嘅嚴謹。你看記得嘛，又一百六，然後是這樣5倍一太天哦，全部都是他們事先來先做功課。哎呦，還先來觀摩。嘿，錯，哎呦，200集喎，順利，哎呦，超可愛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你暫停可樂師傅。大家好。哎呦，係新嘅師傅係嗎？還是多帶了一個木匠婷婷？他本來就有從第一期就有戴眼鏡嗎？對，有哦。是你要戴眼鏡。冇戴咧。好，我還有一位係冇戴木匠嘅阿鳳哥。大家好，鳳嘅大家好。金有鳳哦，算一家之主的這個品質擔當。冇錯。三下輪呢，呢個分享到風吹沉水炸啊，來自於新北中佛嘅姊妹嘅戴阿菊及戴銀杏兩位姐姐。好吃，我們是還不錯吃啦。歡迎。哎呀，我敬重嘛，敬重啊，唔要講拜，來請敬重。他的意思說，我們都是他的菜啦。好，稍後咧看下攬出嚟一片，強強係來自新北中科嘅表姊妹，記得係入球專吳小妹。歡迎。過來兩嘿，好，4位18妙齡女子，冇錯，全部來自新北市嘅掌聲妹哦，你係乜街？又帶後續的。哎，來，哎，一個人拿一份啊？個人番薯嗎？番薯，要不要來開下 COC 因為呢，你銀杏姐姐了，阿菊姐姐基本上跳下開早餐店開20年呢，20年嘞嘿。你從幾歲是開始開啊？你番薯我都摕來做啊，哦，買轉來摕來煎啊，玉米除非就不用玉米，要用新鮮的玉米做啊，嘿，如像做本安摕來適應的是弄做較營養又安全的衛生。早餐店的阿姨是我們最喜歡，從小陪伴我們長大。還有啲幾條係最好誒，你看到你是第一學買東西，對，動動攏細細蔬菜，係啊，要上轉的是我就摕來做啊菜條飯啊，啊，攏個 SO 醬做啊，哎，必點的，客人來吃都必點的 SO 醬。老配飯，菜條飯，啊，我去用這個條誒，摕來做啊 SO 醬安做炒。我要去吃。哎，囡仔來攏一定要點隻香菜。當你幾多點要紅起來？哎，我攏4點就紅嘅，4點就紅，4點紅啊！當年啊，用起來持續了20年呢，冇簡單。本身喺哪道邊嘅客家人咧？哎，我帶三片嘅客家人，我爸爸、我媽媽、我公、阿姐婆攏係客家人。黑根五料。哎，我們是大阪根。哦，大阪根。大阪根不是日本嗎？日本。細細大家會嘅，我哋細細個去睇啊。哦。哎，真的好吃，它裡面那個紫薯哦，很綿密，那個含量很高，動味溫啊。我攏摕來買轉來摕來小片啊，摕來就煎那樣的。動性，那看起來攬出嚟一片，哎呦，也帶好吃的來了。拜。你要買個？米做的麵包。哦，米谷粉，石谷粉，石谷粉啊，係嗎？石谷粉。這樣很棒，嘿們，因為客家人就是米食文化。係啊。你做一個用米做的麵包，還是客家料理西化。
什么？韩国哈基本性哦，对烘焙又兴趣中来叫长途地哦，他去考丙级烘焙证照。哇，嘿哦，而且一次就过呢，是闭着眼睛考那种。没有，好，唔怕，看因为是为阿姐哦，都留就都有紧张。对，我们先玩个游戏，让他们打快乐一会。没错。西莎哈，今天不是选美比赛喽，不过一样都很漂亮哈。先来金行体育馆嘅 PK 赛。向前变困啊！第一关要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夫家人之间嘅团结合作咪系当重要嘅哦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一家之主准备来 PK 咯！是嘅總部來嘅獎項咩？你要來進行 PK， 唔過都大家講乜嘅呢？好，呢一關考嘅就係上到夾夾講 Tempo， 嘿 Tempo 嘅遊戲嗬，嘅遊戲規則咧就係要兩隻配合哦，大家配合哦就係射吹咗，然後另外一隻就係吹油。跟另外一队的参赛者咧共下來參賽，紅藍交叉排隊。好，等下比賽開始之前哦，初試為了出題目哦，來談清楚哦，時生音哦，必須要按照嘅節奏，依序答出相關嘅詞彙，看你對客家食材啊有幾了解啊，答錯也答唔出來嘅錯誤是失敗的啊。另外一隊是做得到1分。好，有點聽你解釋越聽越困難。因為這個華客交叉的部分，但是應該相信時尚阿姐一定冇問題，因為他們是忠實觀眾。嘿，綜合觀眾。也是，來我們猜拳好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們先。我們先玩。現在這我先過來。好，那我們派出的代表就係邱靜阿姐。好，嗌到邱靜阿姐，馬上有6點。好，銀杏姐來第1回合，請就位。好，兩下第1回合呢，太極牙隊已經各就各位，兩下時間有請師傅搶出題。好，來了，各自嘅備種物界，木瓜、香蕉、葡萄、三妹、鳳梨、另個、百香果、金球、三妹、金球講過誒。香蕉講過了。哦，那個香蕉，那個香蕉啊，金球。沒關係，當成一個學習嘛。學習哈。啊，對，學習才小小的1分而已，沒什麼嘛，哈，對不對？既然係阿牛的話，阿牛，你風吹就先得到1分嘍。接下來我們攻守交換。好，呢一下就係第2個回合啦，嗬，民主嗬未起好耐咧，呢一下就來搶師傅出題目了。客家是用物界，年糕、客家蘿蔔糕、菜寶、涼拌、拌麵、涼拌的年糕，嘿，唔怕，呢是河狗甜甜嘛，係哦，所以是代表講嗬，藍翠你一擺嚇要秀咧，所以風水要得到2分，總共係2分。好啦，先回來，來，真嘅冇咁簡單嘅。係啦，因為聽板還有跟他講嘛嘅年糕，其實凍集裝會要用附門出來我都只有講愛好色的呀。對，沒想到講的菜包就沒事。嘿，其實你準備了好多個吧？也沒有。預備起，菜包中誒500，加速。好甜，要玩主持人。好，所以你一下哈，他們總共都先補一下現在是第1關啊，第1單元總共哈，嘿，風吹2分，藍吹2分，藍吹還要加油的哦。冇問題啦，國家加油。好，不過呢，太極家先暖身完畢，大家看一下今日可樂主廚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來同太極家分享呢。主廚素滷菜。好，三號來呢一關呢，除了你可樂主廚會帶來好料理以外，隔壁產水站沒有認真糖哦，因為等下還有隨堂測驗，特別藍隊要加油咯。哎，什麼個意思？秋梅姐 ，OK， 我們轉成法語給你聽得懂。法語哦，做得到。謝你。今日菜名係乜嘅？我今日做嘅係培根飯條串燒。 OK，培根燉點。
板条串烧。我那个培根他那琼瑶应该是主角。今天可乐师傅的笑容有点让我有一点玄机。哎呦，发生什么事吗？培根出了什么问题？啊，培根没有问题，但是它里面呢用了应该有4个元素。哎呦，来，你先把食材快速的介绍一次好不好？培根哦，韩式年糕，哎呦，花生酱，蒜头、破果，葱花，来那个汤买芝麻，然后生菜、BBQ 酱，然后还有葡萄酒醋，哇，超爱，就是你懂他呢啊，真的哦。难怪他的小龙就怪怪。好，快起来走开了哦。好，年糕要落够，怎么硬硬啦？对，比较磨的硬硬。韩式年糕跟我们台湾传统年糕没同样哦。台湾年糕就是很厉害，给甜拌呐。对啊。还有一种叫做哪一种年糕？半圆形的，圆形。对，泡个。那叫什么年糕？没有分数哦。我知道。那个我知道啊，那个扁扁的那个年糕，粤式吗？我忘记了。它有名字哦。有。马干喵。宁波。对啦。这个剪掉，我们再问一次。好，再问一次。好，答案是宁波年糕。那它改发就会甜拌啦。甜拌。对啦，厉害的年糕，慢年低。我先问一下，培根那了水煮啊？它是洗澡，什么感？因为油啊，弄一下吼，看莫安培啊，去油啦，解腻。中秋节时，然后hàng用的时，基本吼，头两无法度都用煎的方式。那种转衣服卡吼，中秋节都拿去拍来啊。以前培根里面不会包年糕啊。那都包金针菇。这样子，你就是把它给它甜拌，你听没懂我是？做的。我有缩小腹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还有该出灶来啦！出灶。你为什么拿早餐店老板娘的东西？很假的，人家是退家的啦，都冇带啦，退家一下。不办呐，其实等下我收租金哦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排可能太漂亮了，可乐师傅都不敢看我们这一排，他都看里。对啊，他只玩因了，是不是我太认真？要将心中跳跳跳。我等下把赖给你。来，要差不多1分钟都是得的啦。1分钟是完成的啊，完成的。这不是会养的吗？养的出得下都好嘞啦。1分钟都是会样。做的都烧的啦。台港又上到嘛改创意的写出来，走在那去爆到地堡一度。你说包到培根里了？对，我们来看，马上好就。你说谁的比较特别？对，好啊，来，这猫啦，可以了。好，不要再这样，菊珍姐她心脏已经快停了，刚才2分都是她。直接回答什么嘞？可是你们秋美就是选的这样年糕。但菊珍姐你想选什么？对啊，他是 C。你要听她的吗？他的 A。多你的心。我再问一次，会不会变低呀？我来去加几。当博人我们有化妆老师方哥。不要再这样，菊珍姐她心脏已经快停了，刚才2分都是她。直接回答什么嘞？好，到点啊，连麦啦，连你有忙那个？这个花生酱，那有出题目喽。来，蓝队加油！花生酱怎么了？这是有分数的哦，注意看哦哈。这个除非提条面的时间又要动因。都会把外层的膜去掉哈，不过这个膜的部分对身体也非常有帮助。请问它的作用是 A 利尿 ，B 降眼压 ，C 促进肠胃蠕动。优秀拜雷发先放在心里面，等下猜拳决定谁可以答题，好吗？来猜拳哦。好，那就中间的菊姐跟秋梅姐来猜。来喽！剪刀石头布。马烟。秋梅。好，先问先 A、B 也是 C。红队也要想哦，红队也要想。就是煮花生的时候啊，它的外膜没有降血压，没有降血压，降眼压，降眼压。好，那红队呢？ C 促进肠胃蠕动。答对了。
没有啦，没有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我也这样想。跟酱眼鸭就马上灌呢。可是你们秋美就是选了酱眼鸭。但菊珍姐你想选什么？对呀，是西。那秋美姐因为躺低也鸭，还因为健期，你要坚持选。你有选择权。我选择权啊。你要听她的吗？反正 A。多了一个新的。我再问一次，会不会变低呀？对呀，马个低。你等下马音系吗？他刚才犹豫 B 跟 C， 最后选删去版。好，删去版。好，确定？确定。利尿 C 好了啦。我觉得利尿比酱眼鸭可能多了。最后一版。好，你选哪个 C。好，确定答案。那我们红队风锤先来答案嘿。好了，我们选 A 要不要？因为眼鸭没道理啦。A 好，到底答案係乜嘅？答案係 C 哦。恭喜！因為該體的外膜富有膳食纖維。你該洗的時間連膜一起吃的時間啦，可以幫助促進腸胃蠕動。OK， 好逗哎。係啦，係愛用連膜，是不是連殼哦？膜啦，有一個膜，主要就是膳食纖維啦。膳食纖維動。那個膜就不能脫掉，有的吃法生還都會沒有那個膜，膜會把它弄掉啊。對啊，膜會讓你吃的發腸胃蠕動會比較好。好，用你傳好咧啊！跳，同人講話時，傳好。有幫你做咧講下步驟嗎？步驟你們唔聽有看到係磨嘅鐵條狀，都去捲，你啦穿嘅時候都轉下，你嘅甘肉嘅蔬菜鹽香下，你都冇開皮，小嘅米汁你嘛你等開始剪起，頭從個皮根剪到香過來咧，都出醬，都裝飾一下。好。那師傅，黑講來上鐵燙那個培根那一步可以嗎？做得啦，也可以嗎？嘿哦，做得，我都只是油脂比較多一點。有人像較少啊，或者是較多，像我都當太口。冇，你還看太口？那真的有哦，怎麼會這樣子？有當太口。哇，你等一下。這個沒有油的時候，它的接面是一點點而已，只有這個上面。如果有油的話，它可以煎到這一半的地方。它沒有油會只有煎上面，有油就會煎到的，就會傳導媒介的關係。那假使那個培根啊，先煎好，長落煎起來做得嗎？較硬。冇煎啦，冇煎啦，硬。該早餐店一點地啦，早餐店誒。培根也該不會跟你們近的吧？是嗎？我哋就拿來做蛋餅啊，免有裹個鐵條醬，免全都是。真的，培根蛋餅加花生醬。培根係做外部嘅餅，也係底部嘅。做啲底部。啊，免就裹鐵條。你係每度磨加到油，磨加油做得薄一塊啊，麵包。就冇辦法傳導熱嘅工作。啱嗰人咧要通過都唔驚，冇熟，時間要較短。對，有先燙過，所以先半熟。哇，這個中秋節到了哈。中秋節，因為端午節會先到哦。你要看到是上多時間進程比較快。過該中秋節啦。你剛剛可喜可賀主廚有講啊，提供呀黑講半夜班朋友干啦，朋友的時間。啊，對呀，對嘛。冇聽錯，做得用培根啊，像凍到早餐店地部度，咪話要那種豬排，係哈，還有乜嘅？我哋要做培根啊，底底把啲薯餅啊個鐵條做總會，免冇乾裝培根加薯餅耶，我們一凍好薯餅，一凍好薯餅，這聲音很療癒。對，我還在一點點，你做得不能你客家幾種啊？做得加雞醬，我覺得做得，連今年都大家將故意用不同的元素加做香款。像民主黨啊講雞醬啊，我講感覺係真好嘅一個醬，因為佢油嘛，因為醬都係柑橘嘅，對，所以說酸的都很解膩。做得原本都係用嘅。番茄醬啊、芥末醬啊、黑糖，你做出來 BBQ 醬，
哦，BBQ国外的这么简单哦。国外的这是3个基本的元素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是这样子做出来。按个东发时间呐。師傅，你好得要講咧，因為我大擺哦，上個港鋪嘅時節哦，我們 BBQ 上啊，前佢做底吧，結果地步就互通咧。你怎麼這樣有這麼不錯誤的食農教育？老師都來了，你看老師上一條。莫博大的欣賞。誰說吃 BBQ 這樣會瘦的啊？不是，想說減肥，你知道那個罪惡感好少。真的就 QQ 了。難怪實驗失敗，因為。對，都一隻。而且那是真刀。哎，我唔知，人刀。問題。他們都啊擺盤嘅。哦，擺盤嘅。假的。誒。有冇解？我嘅基本係，太不強，冇強慣。唔怕，看優勢咯。我是講記，對。是。這樣記。用力啊！我哋 keep 住是油。哦 ，keep 油。你當保養品。沒有啊，我們有化工老師，方哥。你喺油凍到啦。咩啊？你阿媽 keep 一下啦。他怕你直接給他卸妝呢。卸妝單元做菜都應該係 keep 一下呢。講係油啦。這個感覺很方便料理。係啊，咁簡單啦。鳳酒菜咪做得假設。我看就成哦，給下口的時節轉播給讓打波啊，就是零食凍夾，因為小朋友吵的要吃東西的時候，哦，真的很吵，你要立刻餵他的嘴。沒有小朋友怎麼辦？那就努力啊！我不能自己吃，餵大朋友，大朋友可以啊。就你的鳳酒菜咩？對啊，做可以約秋梅姐一起吃啊。係啊，你要鳳嘛酒最好的呀。哦，所以你等下該應該重視做得，哎，重視你用東王素咧。你不用東王，你雖然先肉，你低度就澱粉，你天來吃菜，那你就平衡啊。你等要該膳食纖維啦，係啦。這是一個客家3合院。係哦，係哦。佢係大麻沙。做啲豆腐湯底冇獨來搞。佢係白白的地方。這有點像鹽炒。係錯，鹽炒。清新茶。嗰啲係 BBQ 口味。係啲 BBQ 口味。待會真的一閃眼做的是。你自己挑出來哦。切煮啊。哦，怎麼辦？又要蒜嘞。tomato 啊。番茄醬。番茄醬。我睇下正常動作係用係梅，冇強用哦。一條，你慢都係裝飾裝飾咯。哦，白痴嘛？你剛才在罵人嗎？啱阿倫點罵你呢？中文係事情，聽慢啲嘛？你白芝麻嘛？你啲葱都冇切到 QQ 咁樣。它這是不同形狀。你要葱啊切它油，凍辣。哦，凍辣。嘿，啊凍辣做的芝麻嘅東西是唔會辣。餅水呀。係餅水是唔會辣嘅。葱誒。葱啊。葱啊。搶起來。三個會。葱嘅啦。搶葱啊。搶葱啦。葱誒，張伯謙。你乜嘅？你蒜片。蒜片。我係蒜片。誒，真係。你即刻破嘅哦。係哦。買得多哦。啊，厲害會破。哦，懂厲害呢。這個都給有某個居酒屋，按牛就在賣2串150。哎呀，這麼貴？你愛想差唔多。用油公公那個。葱葱的，按因為以前你不甜分，嘿，來傳下去吃啊，好好吃啊。還蠻吃啦，你先做活啦。哎呀，你先做活，而家時間要喎，一定愛用你咧。好你咯，好你係冇？忙啊，還要喎，還要喎，當要閃啦，但係當要閃。哦，我的歌來了。要閃咩嘛？我的歌真的可以被選為主。還能幹嘛該？呀，落去都好咧。你睇油醋醬有冇？有鹹剛才就走醬，葡萄酒醋。一大一下吼，同嘅長得潤啊，係潤化一下，安尼一縮縮，安尼多好咧。哇，好咧安尼好咧。培根花生串燒，按鈕去後勢咯。我着鹹菜，我自己摕來做啊！我着細細愈摕鹹的，愈鹹菜愈腳紅，較鹹菜。你叫佢食嘛？你細。
你有分解逆文告顺文系吗？你知道，对客家妈妈来讲，她一辈子没想过什么逆文顺文，只有皱纹，没有啦。你完蛋，没有了。客家妈妈站出来，你昨天都没有睡哦，那你都在想什么？啊？怎么会来逆文？我怎么会答应？这个很好。我怎么会答应？来，谢谢我们的可喜可乐主持人。全部哇，你也是个传授用客家的方式来做。走走走，抬起来看我的品尝。来，哎呦，你要按豆得哦，那这样不就150了？哇，你那个是怎么回事？你不够胖吗？哎，够。得，哇，哎，口感好棒哦，把生的韩式年糕 Q 感，咕噜咕噜咕噜，豆油 Q 感。要到什么木也是这样，你食到个剔透哦，那个花生酱，哇，花生酱很加分。QQ 弯呀，就是很有那个口感，对，它呢遮住那个酱的味道，还有那个花生，我觉得这样味道很搭，很满足。剔透啊，加上个嘴尾刷上的那个 BBQ 的酱啊，哎呦，冻甲梅呢，你会不会还在吃到呢？一口水很 Q， 有跟你皮肤一样 Q 吗？哦，咕噜，有咕溜咕溜，Q 弹，嘿吼，哎，不错。哎呦，放过肉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其实这道菜的重点是来讲吼，吃到鹹味配嘅，等於是嚟講，佢嘅皮跟要燙過，燙過以後，佢要撈佢建議落食到，佢嘅媒介是嚟加花生醬，吃到凍合拍，凍好食，拄好。合对拍。啊，哎呦，真正写得出来哦。安妮可乐老师哦，对所有食材把阿个细节非常的谨慎，非常优秀的狮子座青年代表。是他。哦，我也是狮子座，我也是狮子座。哇，感谢。大家都不卡妹做的吃做看啊，重复卡地图其他中料也可以来不同搭配，像刚刚讲到的客家鸡粥，没做得咯。好，前半呢，你嘅 PK 赛同中风区得到嘅2分，南区得到1分，那剩下呢加油咯！好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2区这段只听嘅题目。第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來到了最杯米館，家家出好菜，唔過呢你進行嘅方式冇 Q 喲，你要只聽料理哦，有請齊師傅。鹹菜炒麵蔥。哎呦，哈杠音最好学，因为那个喊出来就会重点啦。超爱吃。不过所以等一下会从改出来放学来走，然后看哪一家不一样。对，而且你知道鹹菜啊，哈港鹹菜很神奇的地方就是，你看你現在講鹹菜，有沒有覺得想吞口水？我剛有說真的，大家有沒有那種感覺？有嗎？有。一講鹹菜就是培根做的卷該順菜。你還在培根哦，在嘴巴裡面，很小的，經典好食啦。重點是給鹹菜，對，重點鹹菜，而且鹹菜的好朋友是誰？油。油，這樣炒的來，好食咯。好嘞，風吹最杯米館的老師有在看，同學都在看，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哎，謝謝你們幫我們加油。我感覺下，該下彩排聽聽哦，來談看一下，攬出嚟一片嘅上鏡，有信心嗎？有，怎麼比剛剛小聲？還有再一次，好，嘴尾一擺哦，這有算分的哈，來哦，嘴尾一擺，有信心嗎？有，走的。好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快去，做咧炒菜咧哦。切。哎，該下上門講吼，鹹菜因為國家不卡進行完全冇共用。酸度、鹹度都不一樣，怎麼了嗎？而且放的時間也都不一樣。就像你跟你弟弟也長得不一樣啊。我比較帥哎，真的。你白紙哦。好煩，一天要被你煩無數次說。就是帥的部分，都不得不承認。不是有說好最後一次了嗎？哎，什麼時候？好了，那我就承認你很帥好不好？謝謝，你也好美哦。對不起，我們去看料理啦，看料理了。我跟你講，那掉。哎，厲害了，這個面場，是搞看他的手，那個手就知道。怎麼安安幫了？對，
没用切的，可是两种，薄较薄，切较笨，无 Q 那种吃起来口感无 Q 你会把它很薄是不是？还好，薄它泡泡来吃，不是口感无 Q 重点是你薄啊，不是要把它分解。你确定是要这样拔？或者是你原本的想法是什么？应该是这样子拔就后尾呢，有就后尾哎。像爱对大家是慢跳有吗？哎呀，太笨呢，你记得上巴手，哎，就要做饭无轻松，哎，视听料理就讲料理你出以后，但是缝隙很低调了，记得做，切，继续切，继续切，聊天，而且前面带来一个高级的，那是什么酱啊 ？SO 酱啊，伫那做啊，秘密武器，做川两地北度诶。对，啊，爱着咸菜牙子伫那做啊，爱着细细愈甜牙梅。愈咸菜愈脚红塔咸菜，啊，你脚叫谁嘛？有啊，有谁？啊，搁做泡菜里头，拢啊慢慢好个。哦。用啥东西做的咸菜里头，细细拢摕来嘛，哎呀，摕妈妈做哎呀。要去搞做位吗？搁摕来做爱菜。哇！早餐店黑狗有卖一个咸菜炒面虫的吧？我跟你说，对呀，会红哎。而且会成为那种网络名店。对。因为蒙鸭有走过。蛋饼里面有包这个。吐司也可以夹，超赞！今日做咧咸菜，做咧炒面，对啊，铁板面啊，铁板酸菜面啊。哎对了 ，SO 酱要炒个铁板面，还搁炒个萝卜糕，啊，搁就做汉堡。百搭啦，百搭酱啦，对，百搭酱。啊，拢爱着替他做啊。啊，菊姐在拔的时候啊，她已经看你们看到有点失魂。对，为什么？都没有办法目不转睛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么失魂？没有看过那么帅的厨师主。有一家之主就有，有啊，有看过。对啊，一直看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说他结婚了，咸菜本钱好，咸菜我这个较要切。哦，餐饮包啊，你包来包，啊，给他切。好，我们等下再过豆豆了。狂改片哈，狂改片。等一下，这样子。你那片薄壳咧，先冲牙水嘿啊。我要先泡。啊，先泡不跳。啊，看嘛，秋梅姐啊，你这个切法很贴片嘞。切片，切片一条一条，很特别。切片的啦，而且很像在切套条哎。你有分开逆纹告顺纹系吗？这哪有纹啦？你知道，对客家妈妈来讲，她一辈子没想过什么逆纹顺纹，对，只有皱纹，没有啦。哎，你完蛋，没有了。客家妈妈站出来，站出来，有啦。他说作文，这样就是横的蒸煮的。看她的那个脉叶脉。啊，我是用直的，那就是顺纹，直的。啊，这样是直的，你值得，对。哎，跟你们讲话真的好累，真的好累，很累。难道昨天会睡？昨天都没有睡。真的哦。那你都在想什么？没睡想什么？啊，怎么会来逆纹？我怎么会答应？对，这个很好。我怎么会答应？因为很臭屁长地的吗？他说演落一个滑雪系统，哈，电视摄影棚哦。啊，老大家分享一下，今日咸菜面葱哦，又嘛个老配上去冇穷用诶。冇强用的韭菜花，真的耶，母坤坤不用快脆法。怎么改？我用韭菜饭哦。就是从小用那个炒，有炒过，习惯嘞。哎，啊，等一下我炒的缝隙咧，就得先老大家预告一下。先用油炒面葱。哦，炒饭去擦擦。擦嘿。还用剥嘅缝隙就系民主主义好诶。哦，肉泡还有保留个口感。哎 ，Q 啦 ，Q 的口感。可是口感是那个绍兴酒吗？哎，不是。麻油啊？没用油。啊，你板姐没做得弄太啦。哦，你自己养蚕宝宝哦。我不哦，佢要变过来呢。九转肥肠的意思。对，从海床跳入。我给你。你怎么按个保一下，按个真你要试个精度的吗？没有，我会炒起来不要那么硬。哦，其实就是够捏啊，马上够捏。啊，上安尼北落来，爽啊！哇，你浑然天成哎，都有天分。应该包当上嘛，个素食的台葱对吗？就系安用做的吗？素食的台葱。买冇食过，哎，冇食过啦。先帮你准备一下，等下过来看。好，新梦鱼。哇，
所以半哎，这煎个要半油。煸到哦。要煸到。早餐店阿姨要来了。这个汤没问题的。早餐店阿姨要表演了。啊，小个煸到油脂有个旺旺的啊，一定要有点擦擦。哎，恰恰呢。对，韩国应该使用都一天时间哦。早餐店阿姨一定对这种香香的火锅啊，然后这种重点不是甜还有这种冻猪奶重点是火的问题。哦，早餐店也是火吗？对啊，也要火啊。冇啦，其实我们讲，因为铁板的导热的温度好够，它最高温度可以到200-300度，落去海是多的。啊，唔过了的火锅总的温度那么高。哎，我大开是新眼界，它不是电磁炉啊，火比较快耶。你看到清简单的菜哦，啊，做到好事都冇简单。对啊，这个含迄个芦苇含出来，哎，这个好香吗？这吃不美了哦。放进去啊。都看冇好事，看冇按酱啦，按酱都好了。对，可是很浪费耶。唔把个电大酱，看买个大今日煮啲鹹菜哦。鹹菜燙到。鹹菜有精神。鹹菜哦。鹹菜。鹹菜在前面哦。主角，所以要多一点。比例原则。比例原则，虽然它多一点，这个切完放进去，真的相信我，我听懂了，真的。可是每个师傅的想法每某几题呢？嘿啦，我钓这边啊比赛了，这边就做唔得标落去。颜色都要算进去，色香味。系啊，鹹菜咩咩調度，咩做唔得標按度。因为他们都試了2包了，一定是對的。對，肯定都試了面蟲炒鹹菜。你係咪解香油係嗎？兩黑醋，黑醋。啊，解方便嘛解蠔油。蠔油。對，那就冇標頭。那我講你早餐店漢做你買什麼？炒蘿蔔糕加鹹菜。它就是鹹菜，那冇加鹹菜，很好食。加兩個加豆芽菜，有九層塔。鹹菜好食，鹹菜哈，哦，鹹白真係。如果它真貴啦，啲唔盤得用。鹹菜係唔會貴吧？我就聽他會做啊，很珍貴，在地食材啊。包梅嘢，你睇都出咗一條天，都冇誒。那你放進去，你係炒嗎？加鹹菜炒嗎？終於現嚇。係啊。咩？加鹹菜落去炒嗎？鹹芒哦。很忙，等那兩炒。其實我蠻相信早餐店阿姨的，人家都一定有翻飯。鹹菜咪做落去炒啦。等那樣炒，分鍋炒冇老緊啊。係啊。我會把它個掀起來，然後待會把那個炒一下。因為鹹菜沒有炒出香味啊。對。哦，這個顏色好漂亮。對。哎，這真的有顛覆我想象，我覺得薄片應該很好吃。好，師傅不要被自己局限。有點像蓋皮的樣，對不對？對，有點像雞皮。像素的雞皮啊。哦，又叉叉的哦。它就吃的就像吃個魷魚的。魷魚吃魷魚的感覺這樣子。我哋要變落去咧哈。好，變落去炒香了。好。好，我再改一個片口。好香哦。哇，牛排很香哦。香嘞，愛啷講？要嗎？要，熱天要。這是姜麻嗎？姜麻係，嫩姜。係，嫩姜。今日凍上一個炒菜嘅個大腸是吧？香港哦，有可能哦，嘅嫩姜嘅衝突，然後鹹菜嘅衝突，係強樣嘅。過去的哦，過去。唔錯，你聽說我講嘅係啲啊。鹹菜咧長時間。冇錯。可是我要水。我要水。叔叔，有冇係加水咧？口渴。因為要燜酸菜味。哦。在農夫嘅線上，然後推薦你來嘅師姐哦，他一定是派最強的哈。沒有，我們是最會的。冇啦，很壓用煮出來，它無聊。那你們新北綜合農會很厲害，很可怕。你再講一次鹹菜來。鹹菜，哎呦，又好爽，又被淹口水了。這就是客家美食的魅力，又鮮甜又染色。有吧？你這是個2號嘅 XO9。都有咧啊！要送我哦。哎，用你哋。叔叔，有冇係加水咧？因為要燜酸菜味。哦。怎麼了？是我。你弟呢？哈。你弟哈。徐真的強項就是做料理，不是節奏考驗。所以你對料理本來是啊又興趣啊又學過。沒有，渾然天成。然後同時你又去對烘焙有興趣，所以中西餐你讀過呀？
没有想做就想要盖个啊。哎，啊有没有锅盖？有。你看有会做汤，有会做客家料理。其实哦，全台湾哦，最全能的妈妈就是客家妈妈，真的什么都会做。不要弄哈。所以你挑选有调味表嘛嘅东西吗？调油，汤，安尼甜啊。最简单的梅头啦。清简单的，等下用香油就好啊。好，这个综合。好，等下做啲溜熱類，要用白醬來。好，應該切出翻係紅骨嘅呢。係紅骨嘅，紅色嘅。紅骨的較好食，好食比較好，較香。你皮看看，你這個皮很香，就單純皮的一管嗎？冇，十皮看，然後切出它冇。這好不容易他挑出來的。你做皮看。沒有啊，等一下要兩個的裝飾。皮看。很香。凍創哎。好嗆。紅骨嘅。哦，哪一個骨啊？骨頭的骨啊。哦，骨咯。你一醃差不多幾久是熟的嘞？差不多2-3分鐘。好。我要那個湯給它吸哈。韭菜花水乾炒啦，是都好脆啦，黑死啊。所以啊，該時啊，性別中風的嘅農夫嘅線上，那推薦你來時節哦，他一定是派最強的哦。沒有，我們是最不會的。冇啦，肯定要用煮出來很無聊。那你們新北中和農會很厲害，很可怕呢。哎呦，你看經濟係靜靜動搖呢。對。去到啲家庭食材啊，佢講吼，食了2包呢，都有在練習。啊，你吃幾包？10包。有冇參與呢？有冇參與呢？都安尼啦。冇燙到啦。你有練習嗎？豆腐卡？有哦。有哦。賣2包來練習。哎呦，賣2包，實力均等。你下表賣咧？有蠻辣的哦。風風嗆嗆。已經看不到了。好美麗。好啦，我們去倒數了。冇對要木鏟啦，該。你只看用筷子。好，按咁做。先從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啊，最杯麵館一個鹹菜炒麵腸哦，那一部卡卡厲害咯。來，本期給一個掌聲。耶！鹹菜麵腸做得很厲害。這個，哥，你再講一次鹹菜來。鹹菜，哎呦，又好爽，又吞口水，對不對？這就是客家美食的魅力，把這個又鹹豚又藍色。來試試看它紅脆嘅哈，我先試試看原味，再加 XO 醬。對，哦對，原味。吃起來真的很像魷魚。懂有哎。魷魚是那種，它其實很下酒哎。很配酒，配稀飯或者是配飯帶便當都很 OK。韓國呢個 XO 醬有買很好食。是自己做，我就去到做啊。然後4月度做出來兩地位都有。怎樣啦？都安尼個，有吧？這是個很好食 XO 醬。都係屌咧啊！要送我哦。有。還用緊呢？來一個咯。哎，好香哦。甜不雅這起到嘞，兩位姐姐覺得？好吃，很 Q。哎哈，很 Q 哈。因為可能做到合托啦，就是跟阿姐電區就像大薄片條條。他說就像手撕魷魚一樣有。它有那個韌性。對。哎，來食看下攬出嚟一片。好。哎呦，來。來試試看。要加韭菜花哦。哇，你看見到阿醬哦，你要食嗎？這個鹹菜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哈，又酸。去哪座位嘛哈？這個做。麵腸的口感，你看打你一票。哦，謝謝。因為整個人按用反覆回來，它的那個 Q 度哦，很好出來。真好食。好食。這個蠻特別，真特別。簡單的菜煮好食，冇簡單。係啊，你要做點哪裡搶銀行沒做對了。做的。你有發現又好吃嗎？好吃嗎？好吃嗎？好吃。有啊，好吃咯。好猙獰哦！換你哭一個，來預備起。有眼淚有掉下來哦。那個是馬油嗎？沒有，是眼淚哦。不要再玩啊！黑啦，因為佢咧啲時沙正經當緊張，對做菜係非常嚴峻嘅。到底師傅係用咩咧偏歡你？嚴重嘅時節到的，風吹
抢分分数。哦，4分。用其他用共同就係6分。好，來看一下本來1分嘅藍水做得得到幾多分？哇，滿分！足夠分啊！這來預備大笑。你要哈哈。專業的來分析一下怎麼改方案用先。我給紅隊2分嘅原因係，嗰個東河蟹，啊唔過係冇批到嘅酸菜嘅，係冇像嗰啲酸菜暗香。啊你係偏到外頭看嘅是係東江嘅酸菜，會綿綿嘅面腸啊，會綿綿嘅個膜。啊有水就會面腸，有個酸菜，啊有鹹有酸，啊如果唔好過鹹，啊你乜嘢項目係按下，啊要酸氣又多，啊我就哎呦上到啱啱慢，如果條仔嘅病，兩度，係點樣按呢？我就本來係3分啦。其實兩片做凍河 ，SO 醬做凍河蟹，好，還有一點是講吼，你也該面腸泡泡安因落去切咪。炒到凍河蟹，是正常嘅辦法。你嘅主料係酸鹹菜，其實你鹹菜落去炒，你比如說調蒜來調那時陣用隻湯落去，本佢食到下合自己嘅胃口，因為調鹹嘅咩同用飯嘟嘟好違和啦。哦，因為本兩片哦，正經講吼，客家真正是因為一青落去炒，調鹹菜落去炒，該麵腸要強落炒，啊強去炒。來炒來以後咧，要冰水，本佢該水要絲該面腸絲該汁，都絲該水，按個炒到手指要韭菜，要落去炒，正經做落凍。經過我嘅重重考驗過後，兩個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哇，太強咧！尤其是有中部嘅獎項妹啊，今日成績其實戰況好激烈哦。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呢得到6分，藍翠得到7分。先來恭喜藍翠得到係3000扣嘅嫁出去。哇，總冠軍呢！謝謝。接下來呢，就恭喜馮翠得到你還沒當厲害人，佢按獎嘅幕嘅嗬，得到嘅也嘅係日本雞木鍋日炊陶鑽煮。哎呦！雞木嘅意思就係講，佢手把係做得組合嘅，佢做得組合嘅，拿起來個弄到牙都牙。哦，當獻線哦，我今日整個210棟好看，是可以說誒你搞遊戲嘅時間哦，我們有點節節敗退。不，料理逆轉勝，那都總冠軍看。希望伊轉去農會地位啊，行路都走得安用心呢。係啊，哦，這樣可以回去跟女兒交代了呢。哎，跟兒子交代。哦，那這個跟他講了又要被分掉了，越多人知道越不好。哎，對對，還是不要講。但是她老公要講嗎？老公應該也不要哈。不用，都不要講。等播出再講。就是你們知道跟我知道就好。哇，秋梅姐的可愛哦，哎呀，長地哦。下次我們學一點客家話，再次回來參戰。好，謝謝。恭喜戴嘉良姐妹，佢哋因為表現到10分嘅好哦。先由我們的銀杏姐老太太分享一下參加嘅心得。係啊，我哋第一擺嚟電視台嘛，要請觀眾啦。有這種機會哈，他擺上過來。好啊，你聽愛哦。係啊，咁睇講到姊妹咩係？沒有，用姊妹聽。兄弟。三家嘅，你做得抽幾就叫下來啊？好啊，好冇？叫下來了，兄弟哦。你一家自主哈，駛到台北來攝影棚地陪讀劇後哈，今見來見到雙北市客家鄉親都強下來參加比賽咧，所以歡迎大家，無論你係大哪島，直接打電話來報名。係啊，啱辦緊過來。係啊，呢個嘅啲農筆家政版一嘛噶嗬，現場帶吹啦，強下來都要特別實戰一下，可以係沒有幾筆啦，所學用到所用當中，強下來咯，一家自主帶你強下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